来快筛阳性，经过医师来诊断，就确诊这个政策，今仔日正式来实施。部立的台北病院的采检站，一透早都来真济快筛阳性的民众排队，等要互医生来诊断。那松山机场的采检站嘛转型了，将做互民众看诊甲摕药的所在。那这个诊所的医师嘛继续用视讯帮快筛阳性的民众来判定是毋是确诊。早起有落雨，部立台北病院采检站依然有真侪民众咧排咧等要采检。指挥中心宣布讲，为今仔日起全面快筛阳性。经过医师诊断后，就判定为确诊。松山机场的采检站嘛转做看诊甲领药啊。早起医药会执行长王必胜嘛去现场巡视。好，我们所有的健诊所，那目前我统计，我们全国已经有大概2300家有加入这个快筛阳这个看诊，就确诊的这个部分。王必胜讲，目前国内差不多有2300间诊所，毛伫做快筛阳性时钟确诊的诊断。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的？前天是不是？医生事先看诊确认身份，实施头一天，未少民众主问事先的看诊，验过像安尼做，嘛用真济时间。普通如果是都会型的人士，就是都很了解的，大概都要花15分钟到20分钟。如果是阿公阿妈，那这个一定半小时以上。咱的乡亲会使透过事前的诊疗，也是到社区体检站医疗院所，和医生进行诊断。伫快筛阳性检验片写姓名甲检测的日期，再甲这个健保卡放做伙翕相。主问事前的诊疗，就将这个相片传起嚟。医病若无共识，要安怎？那真的钱要看不出来的话，我可能会请他的话呢，他如果2个方法，他愿意再重做一次，快筛，或者呢他就直接去医院做 PCR。小儿科医师呼吁讲，民众会使透过事前主问看诊，也是透过亲戚朋友代替本人去看诊，尽量避免本人去，才袂互医护人员有风险。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